要甲伊结仇啊！咱师傅都顶点点嘛，你嘛都爱顶点点，安尼知吼？卖啦，莫搁干涉小事啊！无我要入来啊！操！到底当然派有人会来啊？对啊！到直接一来，到先背迄个器官的齐先生大圣人暗中甲我指点的代志，敢会照呢？来恁老爸，不错，你混蛋的黄瓜蛋甲臭鸡蛋啊！啊，你唔食蛋？哦，你个教我的功夫，我暗中讲死人，你敢对？无法度，阮师傅已经再无甲拍死我，对良心未放过，对师傅歹交代。哦，你反气反倒，你杀恁老爸，敢输啥子嘛？我拄则甲大爷就是伊的尸体啊！你他怕死呀？无错。你作气嘅，拉你真係得咋啦？喺呢度拍講啊！快！咁蘇㗎嘛？你時間搭緊大東掉佢又講死晒啊！老師傅，佢大細聲都在講啦，要叫因教做出來，因別多拖命到你。叫我本嚟咪點解佢才教我讀啊？好笑啲扮周嚟跳去，先得啦，同啲講嘅係有笑。
因为啊，你咧用假钱嚟引头。哦，你那个人家有咩来啊？做药啊！慢点，别，错慢点，小等下，来把声，别怕，讲了就怕。你有啥物威严，互我这个拍死的真正要交代。唔是威严啦，朋友拜托个啦，咱莫紧张啦吼。啊，就安尼啦，有一个人客伫阮内底等你等足久的啊，哈。我头人客有啦，我要有人客来领导。好，你无等下我做出来哦，这个哦。苏弟，你敢是死啊？也袂，那干那我无死尔，会好朋友出来。什么呀？这敢输呀？我甲你两个人亲手带个爱都砸开啊！你食药啊，我嘛食药啊。啊，都老仙角起死先生，起关节老仙角摕两粒药啊，互我一食一粒，我食一粒，几时再死？啥？小弟，咱两个可比亲兄弟着。是啊，这关键代志做啊，遮凄惨，遮夭寿困，你敢无甲怨叹？啊，都无法度咩？别当讲无法度，我就是这钱，我唔知暗中来做当然派，唔知甲伊配合。咩？咱大家好讲一个啦，对无？哦，咱大家那兄弟啊咧，哦，啊嘛都爱为善良甲正气行事。如果你是要安怎？阮早时专工转来遮等候你来，若要将咱师傅惊死人的功夫真传工捞出来，才有才调将这观音破掉。要将咱老师的真传捞一就爱看你啦，哈！即马你转去甲咱师傅讲，安尼啦，唔讲。二出7办，哈！你甲讲报酬无够啦，啊你算骂咱师傅，啊甲骂咱师傅，咱师傅互你骂着笑笑。你当初则用话甲激来，咱师傅就甲你教功夫，若要甲你教真传遐，阮就会在后壁偷看偷扣。我是无得来扣，因遮扣功夫在哦。我头拿录音机，目睭拿照相机。哟，看着一摆就讲 OK 啊啦！是啊，发感所及，贵干不在连光随看随了。哇，这不啦哦，别把不啦哦是大呀！咱师傅这两个人做死地呀，咱两个总是好笑，应该若安怎嘛拄着啊？啊，有为阮的代志死嘛当然啊，但是啦，是安尼讲啦。贤弟你做会到，若做袂到，兄弟以前甲遮也无啥物感情啊。有啦，也教我多，无为你是要为什么人？我嘛知影咱师傅的作风安尼较唔对，你知影苦来，这输者得管你们罪孽，伊唔出来教你，就是安尼。哦，照你讲安尼，若未成就我多吃。这行来去录音讲。我敢无讲，无够啦，安尼好，内面顾咧挂我后生，师傅，唔是我无够啦，是你做师傅的人暗道，哈！你真好大啦，如我做你的师傅，叫你为道甲你妈你头一摆讲话枪噗就讲，你安那讲我暗道，师傅，你真传无够，我才会拍输啦。你讲啥？亲像你顶日平日咧看迄本补习的秘诀内底，阮含片慢慢片过，含看慢慢看过，你无教我，我才会说点。迄本是啥来着？啥？迄本叫做《怪术真经》，迄本恁还阁无得人练，学恁西节叫做《怪兽五真人》，恁西节都练袂起来啊！莫讲你，恁西节啊，不讲这厉害，我敢无讲，无教啦，安尼好，来你过来挂我后生，唔是我无够啦，是你做师傅的人暗道，你走我啦！如我做你的师傅，叫
大赛，这边前就按到我的屁屁呀！你甲讲就讲我按到好，我甲你干啊，学未起来。我问你变怎？有代在哦啊！我个性歹势势，那学未起来呀，我将你手斩断筋，再个这边走。好，而且后头我改，回头大下你家。哇！你干嘛你后生了？啊，你好怪！你们大手我叫咁钱，大家大手都起无去，叫大手起无年头，报你啊！哦，记得，满口会讲话，跳嘞！回翻来，我大哥出世，我三年怪兽我经历了。哎呀，3年前，甲阮大研究一科怪出一科，阮大但是甲我教，也是我负责来学人气脑，前一个名大咱走去泰国了后对当个打死一个，然后大那个正过啊，阿辉。加州那个地点，这里那个地中山，我对日本做得来。按照旧世界84国，互我研究世界外地的资源，甲外国这奇奇怪怪军舰研究到起，凭我这傻傻生的中原无人知啊，无一个是我的对手，等下就阮大兄见我的功夫足。